鐘嘉欣母女跟胡杏兒母子4人聚會，畫面溫馨熱鬧，兩女神各生3娃。4月4日，鐘嘉欣在社交平台晒出帶住女兒去胡杏兒家聚會的照片，並配文難得的聚會。鐘嘉欣母女倆加上胡杏兒母子4人，兩女神帶娃聚會溫馨熱鬧。照片中，只見鐘嘉欣母女倆還在胡杏兒家一起吃飯。鐘嘉欣披住一頭長髮，身穿條紋襯衫和牛仔褲，休閒裝打扮，看起來漂亮有氣質。8歲的女兒 Kelly 留住一頭跟媽媽同款的長髮，看起來青春靚麗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跟媽媽很像啊。胡杏兒身穿白色上衣和牛仔褲，打扮簡單時尚。胡杏兒3個兒子穿住同款家居服，看起來帥氣可愛。胡杏兒跟鐘嘉欣坐在沙發上聊天，4個小朋友就坐在一起玩。鐘嘉欣女兒跟胡杏兒3個兒子一起看平板其樂融融，因為 Kelly 跟胡杏兒7歲的大兒子奕廷年紀相仿，加上鐘嘉欣以前也帶住女兒去過胡杏兒家，所以小朋友們也能玩到一起。看住這樣溫馨的畫面，感覺很幸福啊。胡杏兒和鐘嘉欣還一起拍了合影，兩人貼臉同 Ken 感情超好。45歲的胡杏兒和40歲的鐘嘉欣都是3個孩子的媽媽，看起來狀態都超好，顏值身材在線，真的不像3娃媽媽，女神範十足。胡杏兒2015年底和老公李承德結婚，鐘嘉欣也是2015年底和老公 Jeremy 結婚，婚後生下2女1子，兩人不僅在同一年結婚，就連孩子都一樣是生了3個，真的很有緣分啊！難怪閨蜜倆感情這麼好。